后来乡亲啊，这个中华职棒总冠军赛第4战，中信兄弟延续着进前赢3场的气势，以5-0继续赢，4连胜拍败着统一赛队，摕下着队史上第8座的总冠军，嘛是中信集团接手着兄弟队了后，第一届摕到总冠军。哇，这边是再见3阵比赛结束了，中信兄弟睽违了11年，再度夺下了总冠军。中信兄弟以4连胜欢笑对手统一赛队，摕到职棒32年总冠军。随上头一局中信就靠安打拍开攻势。控的方式把球带到了左半边方向这个位置的落点，齐家又是一支安打。开路先锋王维信伫台湾大赛手感继续发挥，来到第4局，周书琪选到4拍球补上，詹祖贤攻出安打。方向这个距离是一支安打不成问题，又拿下了1分。第9棒的岳振华，中信兄弟在第4局靠着第8棒跟第9棒接连的安打，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3-0。中信的打线员工完全的发挥，第7局各共安打甲短打推进，但最后保2垒打替球队加添保险分数。大师兄林志胜出来大打延续攻势，虽然各靠安打攻下第5分，扭开优势。来到第9局，中信根本就无好统一赛机会。哇，最后还要让主审王俊宏先生中弹，太无情了、这个真的很痛哦。而且彩带还抛出去了，我就说会有溜球的情况哦。干那差最后一个出局数球未负担，这场比赛中信的投手华德兹又一个先发，嘛是赢球的功臣。兄弟队顶一摆摕总冠军是2010年，经过11年佫摕总冠军，嘛是中信集团接兄弟队了后第1座总冠军的金杯。